我要来看到公安局今年是头一届推设特勤那日，特勤人员穿西米露来执行任务，看起来足有办头。另外训练因的体力顶汉草，看因生甲真年头。搁再来训练强互人攻击，紧急的时要救护或者是要收水，拢爱有专业的功夫，和过去互人的印象无共款。 若身材真好，亚当练嘛袂真食力。伊是特勤人员曾培珍，身体优质比率敢若16%，伊的体格练甲真好，嘛互伊互人找去做特勤那日3月主角。健身就是健心，在健身的过程中，就是像我自己的话，就是在每一次遇到撑不下去的时候。 然后都可以告诉自己说，哦，可以再多撑1秒，然后可以再多举，就是2、3公斤。然后就是在锻炼的过程中，不仅是自己的体能变好了，也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力。甲普通时训练的成果展出来，特勤中心头一届设形象那日出来，拍破过去互人感觉真神秘的印象，穿西装执勤的模样，也亲面对敌人拢无咧惊，认真的表情，一个看就知影是专业的。 汤巴提伫海边训练，练北极拳，佮健身、搏身躯训练。查某特勤嘛，绑头鬃尾啊，伫海边走训练体力，互人看到因完美的身材。毋过要做一个特勤人员是真无简单的，毋但爱通过体力战机的测验，基本初级的救护技术员的证照嘛是一定爱有的。共款是那日主角的夏鸿禧有高级救护员的证照。去年国庆大会伫总统府内底一个真大赛奋斗，夏鸿禧随队做急救，甲大赛的命救回来。在现场。 大概做了 CPR、AED 2次的2个循环一直到救援来。我可以把我的所学用在紧急的时刻，对。然后而且我很开心的就是看到大使他是平安康复出院。随后训练开枪，含气嘛唔敢喘一个。救护技术员的训练够真博浅，形象那日公开，唔但互人看到因真水的外表，嘛互人看到因普通时严格的训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